如果你有拗柴嘅習慣嘅時候咧，咁應該要訓練翻個腳腕關節嘅喎嚇。俾一個理解你啦嚇。呢條橡筋帶咧好似肌肉咁樣，呢條咧係原本個長度有彈性嘅嚇，呢一條咧係被拉鬆咗啦。但係其實拉鬆之前咧，其實佢係拉長咗先，跟住先達到鬆嗰個結果係咪嚇？所以咧拉筋係對應肌肉嘅拉長而唔係拉鬆嘅。俾埋一個測試你先，攞起個小腿嘅時候捉住，然後試下揈下佢。咁睇下個腳腕咧會唔會容易揈得喐啦？試埋另一隻腳啦嚇。如果我呢邊腳揈嚟揈去都好似個鋤頭咁嘅時候咧，即係呢邊腳個關節比較穩定啲啦嚇。而另一隻腳咧，咁我就會比較鬆啲咯嚇。拉筋係對應軟組織，即係肌肉嘅拉長，最後尾達到鬆嗰個效果。咁但係佢係保唔到個關節喎，所以要訓練翻啦。咁反而要鬆嘅係咩咧？就係關節，兩嚿骨組成一個關節嘅時候咧，佢可以活動嘅嚇。但係如果佢扣住咗嘅時候咧，變咗唔靈活啦。咁點樣可以訓練翻咧？咁樣？用呢個工具咧比較好少少嚇，佢係提供一個唔平衡嘅方式俾你去訓練翻啦。第二咧就係最重要啦，原來係需要除鞋做嘅。踩上去嘅時候咧就係訓練翻咩咧？我哋腳板底嘅觸地嗰個神經嗰個感覺，令到佢區域性神經咧唔需要傳上大腦嘅時候，好快脆佢自己可以管理到嘅時候咧，咁就係可以防止你之後踩得唔平衡嘅路嘅時候咧，佢自己可以好快咁平衡翻嘅。OK， 如果你有興趣嚇，關於拗柴嗰啲嘅訓練方式嘅時候咧，你睇下附近嘅連結，我哋有其他嘅線上課程嘅。